这今年第12回风台梅花估计伫今日下晡，也就是5点半，就慢慢离开咱台湾。这嘛好3年来无放风台假的台湾人有淡薄仔失望。有网友伫 PTT 就打出一张日本 NHK 分析风台主要路线图，顶面看会到讲，为6月份到12月份，这个风台估计路线拢直接闪过台湾，拢唔敢对台湾来。这个相片瞬间引起网友的讨论，有人真无奈地表示讲，台湾的风台湾管呢，更有人认为讲，这个台湾的中央山脉和风台唔敢来挑战。落大雨，涨大水，第12号风台梅花为北台湾带来强风豪雨，不过未登陆台湾，暴风圈碰到陆地纪律降低，嘛未有民众期待的风台假。有网友伫 PTT 搭一张日本 NHK 探讨风台敢会经过日本的主要路径图，不管是7月或者是8到12月，拢显示风台拢直接撇开台湾。这嘛，互网友讲起讲台湾的风是台湾管的，阁有人讲中央山脉无一个风台敢来挑战，嘛造成台湾已经有3年无放过风台假。这样子的路径跟速度来看的话，它的暴风圈有机会在明天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脱离我们海上的警戒区域，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降雨呢也是十分明显的。虽然风台未登陆台湾，不过外围环流要是造成落大雨，北台湾部分县市阁发布大雨雨特报，民众无法度放假，阁要早起出门上班，才拄出门就压甲规身躯澹糊糊，嘛甲规工的好心情拢拍歹去。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